这一碗一碗无同，有云南的过桥米线、贵州的羊肉粉、四川酸辣粉，加东北的土豆粉，来自中国各地无同口味的小吃，全部来自一位四川姑娘的手艺。因为10档外前过来台湾时，吃袂惯台南的口味，因此家己来煮料理。本身有9年料理经验的田婉仪，3档前伫文南路开设一间玉川香。一直到今年初，刷来成功大学附近的中英路以及站区。虽然该店目前搁伫咧试营运，不过过路的民众，不管是学生，或者是家乡的姊妹仔伴，拢慕名而来，主要想要品尝这在地米线风味。味道还蛮好的，很清香，对。然后它这个面条就是很顺口，对，就是和我们家乡的味道很相似。吃麻辣味啊，小孩也会吃，不过他们吃小辣而已。觉得口感如何？好吃，有我们家乡的味道啊。比如说这个粉在台湾平常我们是买不到的啊，比较 Q。不管是过桥米线、酸辣粉，或者是羊肉粉加土豆粉，强调的拢是当地麻辣鲜香的口味。台湾有很多卖米线的，可是它没有结合大陆的各地特色的美食。那我们店有做大陆各地的美食，云贵川、东北4省的。那云南它主要是过桥米线，过桥米线它主要着重的是我们的汤头，我们的汤头它是先鸡汤熬制的。那米线是采用云南当地的米粉去做的米线。那贵州它是我们的羊肉粉，贵州的羊肉粉非常有名。那羊肉粉也是高汤是用我们的羊大骨去熬制的，那里面有加我们特制的辛香料的料包进去，让它提香，味道变得更好。羊肉粉的粉也是用米粉做的。那再来的话，川的话是我们的酸辣粉，酸辣粉是采用我们的红薯粉，那它非常 Q 滑嫩。它主要着重于在我们的辣，那我们的辣是采用道地的四川的麻辣，从大陆空运过来的。强调无同的粉，有的是米做的，米线有分块甲油的，米这看起来亲像乌龙面大大圆圆，其实是东北的土豆粉。所谓土豆，就是台湾的马铃薯做的。另外嘛有融入台湾的海产口味的花甲米线，价位对79到149不等。你想要吃麻辣干锅，只有暗时才有各式的材料，由民众家己来选择，然后由头家下锅来干炒，看是要吃偌咸，拢是由民众家己来决定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